来看台南树顶大天桥宫，顶南马专用新桥到今已经用100多栋啊。庙方为着要保护珍贵的文物，决定以后卖阁用这顶出桥。那明年是台南建成400栋，庙方要举办台南迎妈祖，特别请到木雕大师刘进文做一顶新的顶南马文桥，伊过1档后就会当完工。一笔一笔刻花样，700八线图，每条线纸看起来真活。这是师傅的顺手工。刘进文老师当咧仿制树顶大天桥宫顶南马专用的桥。这顶原桥是陈水宝老师伫咧清朝光绪10几年，用高骨力茶结合加当及石榴等工艺技术雕刻的，整个做甲真有路。因为桥已经100多栋，有一寡损害，加上修理真侪改，庙方为着要保护这项文物，决定要仿制一顶同款的。重要的是讲，伊内底含义就是讲，一寡宝器代表足侪意义，吼，包括伊内底牡丹花就代表富贵。这件作品哦，就是以即马目前来讲是非常珍贵的。这顶古桥，请咱刘进文老师甲修好了，收起来保存，但是咱个另外复制一顶。刘进文讲，高骨力茶是早期一种材质较定的木材，即卖量较少啊，所以才改用台湾橡木来做。仿制过程真够工，对牛寸尺、画图样、挂图样形体，落尾进行雕刻。老师表示，爱用200外地花刀插顺组成，按算1档才会完工。迎接建成400栋，庙方嘛当咧为明年旧历9月迎妈祖庆典做准备。台湾的喜乐器来做雕塑，嘛较袂拄着虫害的问题，已经睽违已经将近6档的时间无迎妈祖啊，明年一定要来甲顶南马处理好势。仿制顶南马文桥完全遵照传统，嘛有镶嵌八卦汤，呈现出桥的雅气。庙方讲，原桥无论伫咧工艺技术，也是历史文化，拢真有价值。未来嘛拍算要甲桥做文物展示，互大家看。记者陈武台南采访报道。